有人已经有听过我想我的歌迷们，我的艺迷们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我的专辑了，这样子。然后刚刚那一首歌呢，其实为了答谢仍然愿意买 CD 的你，其实里面会有一首隐藏版，就是以往靠下背调。还是我到底要讲国语还是要讲台语啊？哇塞，有没有人就是不会听台语的？对，好，还是不敢举手啊。这张专辑呢，其实是8首歌，但是因为谢谢大家仍然愿意买专辑，所以里面有一个第9首的隐藏版。然后这第9首歌呢，其实是我们当时在重录《熊鹤尔锦鲤》这首歌的时候，那一天是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出来，是坂本龙一过世了。那我跟我的制作人都非常崇拜坂本龙一，可是那天我们录完之后就觉得心情还没有抒发完，所以我的制作人 Jennifer 就叫我进去录音室，然后他把琴架起来。他就开始弹琴，然后我就开始唱，然后我们用钢琴跟只有一台钢琴跟 vocal 跟人声，我们录了一次 OK 的版本，然后那个唱完之后，我们觉得心里都好过多了，然后可是我们就想说这个记录我们的心情、纪念我们的心情的这个熊鹤尔锦鲤的夜深人静版嘛，一刀未剪版，然后我们就决定不再做后置，就简单的后置，把声音推出来，然后就是也不调音准，也不做什么，就很诚实的把这首歌也放在这张专辑的第9首，所以很多歌迷、很多朋友买回去 CD 买回去之后，放到 CD player 里面，发现是我这台 CD player 还去，还是这台还去，想那来对，我给洗掉。其实是谢谢大家仍然愿意买专辑，然后这首歌的钢琴版呢是只有实体 CD 会有，然后数位版本没有，不会上架这样子。如果大家在 YouTube 上面有看到有人把那个歌做成 YouTube， 请帮我检举。我很小气，这个只能给有买 CD 的人听。然后让我喝口水。